月兒，把藥喝了。子歇，告诉我實情。我幾次要你陪我去見魏美人姐姐，你都屢屢推諉，為何？那魏美人，還是不要去看了。姐姐怎麼了？她因為開罪了大王，被大王割掉了鼻子。啊？怎麼會這樣？據說是南後因為爭寵設下的圈套。可不管怎樣，大王都不該如此蠻橫。魏姐姐，她也是王侯之女，怎可視如草芥？這宮中的女人，哪個不是諸國權勢權衡的賭注？即便身為公主、王侯之女，誰又能左右自己的命運？只是這魏美人的遭際，實在讓人扼腕嘆息啊！若是沒有美人姐姐援手搭救，我的命早就沒了。可如今姐姐遭難，我卻束手無策。估計宮中只有你在真心為她難過。多少人都認為，只有別人死，自己才能活。今日是他人死自己活，明日就是自己死他人活，有什麼區別？我不要過這種日子。敢問姑姑，前不久有個魏美人住在這章華台裡，你可知道她的去向？還魏美人呢，鼻子都沒了，活脫一個醜八怪。姑姑可否告知，我在何處能找到她？婢子不知道啊，這遠近處處亭台樓閣，看起來好風光啊，誰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宮了，還這個美人那個美人的。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寶，那明日呢，就是落地黃花嘍。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那能否讓我去她的寢宮看看？想去就去吧，大王有令，這裡邊的東西啊，早就都清乾淨了。多謝姑姑。章子，章子，章子，你怎麼會在這兒？月公主，昨日魏美人在冷宮自殺死了，在下特意來祭奠太仙兒。唉。這不，看到他留下的牌簫，睹物思人，有些傷感。月公主，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？沒有。章子何時變得如此多愁善感？雖說魏美人與在下素昧平生，但魏美人畢竟是因我而死。不是說那是南後鄭袖的手段嗎？給南後出謀劃策的正是在下。章子，魏美人與你無冤無仇，你為何要害她？並不是張儀要害一個弱女子，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陽搞合縱聯盟的一枚棋子。就算她是棋子，又愛你何事？張儀與人有過約定，
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。卑鄙！卑鄙的不是张仪。魏王和昭阳深知楚王贪图酒色，将魏美人送进楚宫，曲意奉承，他们才卑鄙。张子，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，是把你当成了君子。张仪做事有谋略，讲黑白，但从来都不是君子。我知道，月公主在气头上，此时說什麼都無用。但希望將來有一日，月公主能明白在下這份不得已。好，這不用說了，你我交情到此為止，再無需交往。月公主，請轉告舒公主，秦王已經帶着聘禮回到郢都。舒公主難道不想和秦國大王再見一面，互訴衷腸嗎？見不見，關你何事？谁想到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，视如草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郢都了？好像是。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。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张子真的说秦王回郢都是为了給舒兒下聘禮？除了舒姐姐，這楚宮當中，誰還能入得了秦王之眼？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說，既然秦王對我有情，那我也應該讓他知曉舒兒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傳信物給他？小聲點兒。照理說，妹妹還未痊癒，不該勞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宮一趟，去見那個秦國老伯嗎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與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設。好啦，妹妹答應你就是了。